好，分享真到现场，今日好空比宝部分大家第一咧就去交通太好嘅艺术规划，呀艺术规划设计嘅动动莫强样嘅精彩嘅法通吼，呢度主要咧含起吼，味道也係太學生嘅吼，做得有咧空間，還有做得有咧平台吼，本家就發表一下自家嘅作品咯。像家還有設計到嘅就係只泰準嘅表演嘅藝術節吼，也部分係主要家還有講到係學生嘅為主嘅，家就做得有咧成果嘅發表嘅。呢度吼，頭擺嘅時間含係學生嘅時間，通過咩冇廿隻機會做得有參加廿隻節目，因為廿隻節目係爭2年聽係冇。嘿，對。啲新竹體系啦。對。唔過呀，像係太學生嘅也表演嘅法通啊，其實上來吼係啲台北吼較多安尼，太細細夢強用嘅法通吼。是，那這個大專表演藝術節呢，就是從2013年開始，我們開始籌辦。那主要的緣起，就是因為921地震之後，這個大專杯話劇比賽就停辦了。哦，嗰時候一開始有嘅係嗎？一開始是有大專杯戲劇。是，沒錯。但因為921地震，然後各種文化活動就減少了很多，然後這個活動一停辦之後就沒有再重新舉辦。那我剛好那時候是大一的學生，但是我就見證了交通大學戲劇社呢，從很多人到很少人。嗰時候你去港妹有參加過呀大專杯替白時間？我沒有參加，因為我大一的時候就停了。所以你也沒有見證到很多的表演，這樣。對，我沒有機會。對，那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個活動，在學生來說，他們有機會出去和不同的學校交流，看看別人在做什麼，然後砥礪自己做得更好。但是因為這個活動停辦了，所以每個學校的社團就越來越往自己的校內去發展，然後所以他們就規模就會越做越小。唔講係停辦1年，還係就冇繼續做誒？是只有1年嗎？是停1年，還是繼續就停下去？就沒有了，就一直到現在都沒有。對，那所以在我還是學生的時候，我就覺得很可惜，因為沒有這樣子的舞台，讓所有的學生社團他們有機會去表演去。請主要係你去加100都冇參加到。對。對。想說想去拿個名次，沒機會啊。對。嗰時嗰陣時就有一隻心態，就係希望做得太學生，做得一隻法通，做得本含較多嘅人做得看到就錯嘅。對，沒錯。那這樣子的話，我們就開始在這幾年，我們就有一些有志者，我們就開始思考，我們有沒有這個機會再舉辦一個類似的活動，讓學生們有機會來參加。不過像亞東上圈呢，亞法通其實啲台北係只有嘅係冇。對，沒錯。台北一直以來有各種大大小小的節慶，像比較小型的學生自己的就有轉身戲劇藝術節，俱樂部那邊有舉辦青年才俊藝術節，還有一些大大小小的。那當然最大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台北藝穗節。對。嗰時候嗰樣時啲台北有按到嘅節慶嘅時節，其實新竹係冇嘅，對亞戲劇部分。對，沒錯，因為好像只要遠離了台北，就都是文化沙漠，所以也還有強強嘅後衛啦。對，沒錯。嗰時候你用我想講係啲去年開始有安尼嘅想法咯。其實就是各種機緣巧合，對，而且慢慢的，其實這些想法很久以前就開始醞釀，但是到了2013年，終於有機會，這些拼圖都到位了，那我們就開始舉辦了第一屆。那很有趣，我們第一屆舉辦的時候，我們是把參與的團隊限制在桃竹苗地區，但是當時有很多不同地方，比如說高雄，比如說台南，他們有打電話來問可不可以參加，那我們就請他明年請早。那今年呢就，可是你其實是沒有開放給南部的那個時候。對，去年沒有。對，那今年呢就我們就有開放，全台灣都可以來參加，然後報名的隊伍數就從5隊變成了16隊。高雄、台南、台北各個地方都有。嗰種去年替代啲地盤嘅時間，你知道有冇較神奇，還係較感通嘅部分，還有較困難嘅部分，因為要結合按到莫強用嘅學教啊，還有學生嘅可能表演嘅方式嘅莫強用啲替代我來地盤嘅時間，會有冇較特別有學習嘅素材冇？第一次舉辦當然在各個方面來說都是比較
仓促跟慌乱，但是从中我们当然学习到了很多经验，比如说我们跟表演团队的联系，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比较有效率的提供他们正确的资讯，然后他们通常会比较想知道一些什么问题。对，那在这一次呢，我们就做了很多的跟动，然后有很多的新的问题又都跑出来了，因为这次我们又扩大了规模。对。不说种亚种的法通，也下讲起来，因为我看到也在 DM 上面，没有写到迄5次方，也唔系写交通太后，交通太后可能系就是主办单位有交通大学的艺文中心，还有5次方的舞蹈工作坊。不说也系两家团体，向下来举办系冇？对，没错。5次方舞蹈工坊，它是一个新竹在地的舞团，那他们经营了一个实验剧场，叫做铁屋顶剧场。刚才有看到，铁屋顶，没错。对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就是结合了不同的场地，然后呢，包括今年我们就跟清华大学艺术中心这边谈了合作，所以他们也出借了他们的场地给我们作为活动的表演的发生的地方。对，那明年亚法通系对去年开始就系老5次方合作的嘛？对，没错。还是当年为某共用？可是其实就是目前来说，我们就是跟5次方这个舞团长期的经营，我们也有一个5年的计划。我们希望活动不要只举办1次、2次，对，有长期的规划。那为什么会5年呢？要5年很用的来听的呢？就是一个。当然希望有第6年、第7年。对。有本期改一个期限就对了。对。至少我们希望可以举办5年。对。不过你这个很用的来看呀，艺术节还有艺术表演的喏，因为你刚才没有讲到，你这个在好长的时间，你对呀艺术文化还有表演啊，这个没有兴趣没好，来呀接触呀表演的呀部分的时间，你知道呀哈。对，刚才有没有没有讲到，因为921嘛，所以你自己没有去那个表演的机会。都亚哈，其实有亚能力，就得来攀亚在法通本大专生可以来表演。你觉得现在亚哈太后上吼，对亚表演吼，然后加哈，然后给用是有蛮某共用的想法吗？有的，现在的学生他们其实对于拍片、拍电影、拍短片这种东西非常的熟悉，他们比较少走上舞台。对，那但是当然这些社团、这些有兴趣的人还是有的。那我们举办这个活动，就是希望说这些学生他们会有机会可以做到更好的东西。因为他可能大家就有更多要与时俱进哦，对，所以可能现在有很多的科技或数位化，其实刚才有更多有懂你好呀拍片的啊嘛个，其实呀啲舞台方吼老这家老观众朋友做一类互通吼，那一种的回馈互动是不是才是更吸引人的？对你这个剧场出身的人来讲，对，剧场有它不可磨灭的魔力。可是你这个魔力怎么会促使你现在变成在幕后？你现在还是有在剧场有做一类演出吗？有，我现在还是有在剧场担任一些技术工作的协助。对，我说有上是没做得做给他丢一类指导的，就系指导的老师啊，要部分吗？还有给费法？课程的部分的话，有的，因为我毕竟还是累积了一些经验，对，那我可以跟学生他们分享一些事情，但是这些主要都还是针对我们学校里面的工作。那在外面剧团，我们有外面剧团的工作方式，可能没有办法一直不断的去讲一些幕后技术的课程。对，不过我有发现吼，也还有懂得台州就是大专生吼，太好上吼，给他就表演呢，从一开始吼，头摆时间，大家会家知道艺术呀东西吼。很虚啊，很虚无 ，concept 有懂得会表演啊，是看不懂他们在表演什么。可能大家会觉得看不懂，那就是艺术。有没有懂懂你就知道哦，可能会看高深一些，就会看有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。不过我发现呀，还有懂得会太好上，也有表演的方式，其实跟老懂得会沙飞议题有关系，吗？对，没错，因为现在学生他们慢慢的也都越来越关心这个社会，所以他们会试图经由这些戏剧、他们的作品去表达他们的关怀跟他们的诉求。对，也係嘅用時太好神的世界啦，吼，有發生過的嘛，有發生過的嘛，就是你還是你是戲劇社對不對？
算是对，就是叠沙屯底度就抽给。对。所以你在你那个年代的时候，其实是也还好，就是所谓的戏剧，你们是学了哪方面的剧场吗？其实那时候我们都比较偏文学性。就会考唔识的那种。就是那些剧本啊，我们就会挑非常高深的，莎士比亚的啦，然后各种存在主义的啦，然后这些东西，然后试图在这当中去表现出一些哲学性的这些东西。对，但是其实有的时候这样子的作品不见得是学生他们想要做的。对，可能喺某共用的人物啦，有不一样的领域啦。对。不过也摆吼，除了也喺表演艺术节喺太学生的主要喺太学生的表演以外咧，咩有动作吼，像唔家下讲的啊吼，七家做伊咧欣赏有动作的经验做得来分享吼，也摆咩有动作的讲座，有唱的动作的名人啊，做得来到学校地度老学生的来做伊咧分享，系冇？是我们每年在艺术季方面呢，我们都会有邀请各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。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活动叫做云门的流浪者讲座。对，因为云门舞集他们持续的耕耘年轻人这一块也很久了，他们有一个很著名的叫流浪者计划。对，没错。那这些流浪者他们出国，他们旅行回来之后，他们会有很多经验要分享。那因为他们的年纪通常跟学生是比较能够接近的。对，所以他们去分享他们经验的时候，对于学生来说是特别有吸引力。比较有真实感。对，因为太可能不会吃到有懂得的梦想，就真的只是梦而已。对。不过给他就会真正去用这个叫了行出来的流浪者计划，给这个真正行出去，转来将分享给大家，可能分享给这些就是还正在逐梦，还是不敢去逐梦的大学生，有做一类来分享就错嘅。不过你这个也还做一类欣赏吼，其实你自己也可以以你自身的经验，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有的时候你也会是跟学生在分享的过程中，你会觉得现在的太后上低度给他有上时间迷惘的时间，伫会有那种的想法哦。佢要知道还是梦想嘛？因为跳白的时间可能喺乖乖读书就好咩，书吼就越读越高，吼这个梦想可能就还喺先穿色较要紧啊吼。不过也下可能喺有目标用的看法的，系冇？其实现在的学生他们都越来越成熟了，我觉得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他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，而且他们也都很勇于实践。可是他们也是很乐于沟通啊，老太家来做一类分享，系吗？是，其实越是成熟的人，他们越是懂得沟通的重要性。有上时可能自家做一类欣赏，咩会第一家就会成功哦，咩好多动作就错嘅。对。都也还好，已经好来也搞太艺术季后，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咩？第6年的时间，听说没接触嘅动作的名人咩？在这么多的名人的分享里面，你自家没有得到动作有较有印象较深的冇？像刚还有讲到云门咩，还有其他有冇像样企业家的地度没有来做分享的？也有，我们有时候也是会有一些企业啦、财经领域的，但是我自己个人印象最深的其实是已经逝世的这个李国修老师。对，他有一次在校园里面分享一个观念，叫做流眼泪运动。流眼泪。对，他就是流目字安呢。对，他说大家应该多多流眼泪，因为这是一个不需要压抑的一个正常的情绪。对，那我觉得好像听了他讲座之后，我就变得比较爱哭了。可是你谈的是这几场有动到人叫是吗？对，现场好像也有人哭了，释放自己的情绪啊。因为真嘅有谈到动到的名人吼，其他就会经验的分享吼，真嘅对这个人生吼有动态的进步还有慎重啊。也摆吼搞太艺术季吼，真嘅盼的动到目标样的发通的部分大家知哦，也下先来聊一下。